对。如是是非，各位先生，大家晚安。咱那个，这个课是一体同关分吼，好啊，咱是讲，咱第一分甲第八分是咧讲信的迄个阶段嘛吼，你相信甲迄个信心。那第八分甲14分呢，是咧解，86嘛，86是解，讲变啊，去甲分析讲即个过程啊，甲即个内容啊，16到17到23是咧用嘛，所以咱应用即个18分即个一体同关哦，应该是到迄个一般的意见，互我是感觉啊，咱17分讲究竟文化，即个17分即个中文有讲哩，即个一体同关即个究竟文化甲职业分吼，认证，即个认证业障分，这阶段吼，拢叫咱要甲咱提讲吼，伊咧甲咱解讲吼，咱伫看即部金刚经的文义呢，即个读者的地位呢，互咱对相信、甲信心，甲来即个相信、了解，哦，是，是，甲咱的信心的咱的，互咱即摆从过去已经行的工，若要讲起来，一段应该是咱逐个拢要做精进，佫是要做谨慎，甚至佫伫即个应用，即个关哦，一体同关，咱是讲文义，即究竟，即个工应该互咱感受讲吼，非常，你会足欢喜的，因为你无看到世间的即个讲介爱甲无爱，介水甲无水的意见啊，会咱去体会讲哇，你讨厌的人吼，咱来去改变讲吼，无一个你咱讨厌是咱的心，佫有迄个力量，咱啊无法度到一体，所以我会用听咱电视咧讲遮五眼吼，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，当然咱可能咱做目前哦，拢伫即个天眼算无简单。会当讲，一个事甲理吼，安尼互咱看透，啊去接受，然后呢，咱做个境界，还佫伫遐起起落落，有可能啦。我嘛感受讲，即个心吼，要甲保持甲一时顶顶，甲一体同仁啊，大家拢个意见，真正若无相当的即个管的功夫吼，原教的功夫，我嘛听你电视讲，文艺法制来个原教法制。即个阶段吼，会使讲是非常的，爱向家己吼下功夫，搁兼加油，下非常的手段啦。有可能咱在阵有对家己发挥，安尼又多了三步地讲，发一个愿，我愿意开始咧即个，伫即个行诸静默当中的点点滴滴吼，咱拢足少去注意。所以咱咧进入到即个讲一体同关吼，其实讲是足遥远的，因为咱。本身有可能着项目还袂好势，甚至佫还袂处理感觉讲会安尼如的意见，所以咱咧大家意见有可能会有所困难，甲有所障碍，甚至佫会感觉会无兴趣，伊做无到，因为无用心啊，毋是做袂到，伊嘛甲咱讲做会到，毋过咱爱用心，要如何用心？这个是咱个人啊，每一个通宵前线爱家己自摸，家己咧。要求家己，家己提醒家己，所以伫即个生活吼，行诸静默当中有可能初步功夫，若无下功夫，可能困难达到，这是互学会体会，感觉真惭愧哦。毋过究竟咱当时大家互相勉励互相探讨，会当咧大家拨个时间，拨个时间出来学习，当然转去下课了后，家己要求过要求啦。互我最近嘛有向家己要求一件，感觉互我最困难的代志。毋过，人家感觉讲有所成就吼，真正已经感觉OK，是咱佫有前人分享。因为互我最近问题嘛，真侪代志嘛，就是不过互我足欢喜，因为互我有突破心中的迄个界。当然，世间的我会叫的是我互我家己内心当中真难去克服的问题。互我最近拢有咧，已经差不多来讲了。
你半个外几，一直咱啊保持了讲真好，会欢喜啊，人家互我若个语言哦，会感觉讲 OK， 是爱考虑各位亲戚报告分享。啊，以上这是我有一个浅见，讲今日用这个上这个课课的感受，我请辩论师师这样，谢谢。先吼，对，我同一体为同管同办，要同管一定要一体，无义之性，啊是名啊实相。啊，你今日要入去实相，迄叫做已经清净了已经。而清净，咱大家拢无去染着一切诸事因缘，安尼大家拢达到，见一切相，而不生一切心，听一切声，而不动一切念。啊，真正有走达到对方，啊无真正，迄个功夫就是讲，因为即个方面，互人咱要不断对心性的功夫，不断对心性的功夫。其实金刚经的内上是佛为大乘者说，为最上乘者说。所以咱学校，伫金刚经法会上，咱无要求爱偌济人，因为安怎讲，佛自杀难讲，佛自杀难讲。因为如果你若无爬去到大乘车，无同爬去到大乘车，你要叫伊小乘去即个所在足艰苦，啊嘛是到尾啊，伊嘛是去了时间。所以咱互我一直会感觉，今日即个课上内，咱讲甲一个听有无，一个听有无，一个斗会听嘛无要紧，是安怎讲？若如来实体是人，实见是人。这个人家己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一边、不可思议功。这个人如是因定，这个人咱啊学到表如来，你有什么双方？真正，你才会达到这个大乘的这个意境，不简单。但是咱一贯地主确实就是咧忘一个，咱一贯地主确实忘一个。若无走忘一个，第三宝上的一个，其实无采咱即处来培养地主来这个所在，用伫这个机内，实作令人可惜。若搁要忘掉，你忘掉过去小息，甚至过去天然息，你讲咱过去拢不过通。但是咱拄则好母喏，我毋知拄则真好母，但是真好母，你得完全听你的地头。我嘛知讲，咱行平路好行好行，好行好行，行平路去行着家人啊，真正足挑战。即摆家人啊你别人叫规身躯喘气命，拼拼到规身躯，工作难度。即摆讲要规组别咱爬去，起码2、30分钟。愈挑战愈，即摆来咧爬大洞诶。即摆来咧爬玉山。迄叫做挑战，反正吼，就是1、3、1、3、1、3高，但是到尾迄个1、3、玉山，迄个玉山就是讲叫做连台湾迄个相关的嘛。但是你用生活，你用力，你用精神力，一定你用精神，无你爬袂。那即马阮前吼，伊即摆会小我呢，但是我即摆小我呢，因为伊感受，伊有真正感受。伊讲伊的手啊宣传一下吼，我伊的手啊风湿症的迄个什么关节炎，伊讲两日来食一盖啦，迄个类固醇。比讲，即个手因讲免食，免食呢，有感受无？伊有感受。忝哦，你变去到几日才袂忝？变去到要1忝，我嘛知忝。对啦，我嘛知爬进楼山较快啦，我嘛知2回米都较快啦。所以今日吼，今日变大手，要练一个，真正大家听无我用爱静。用心，我唔相信我今天我听无，那能力很成功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
非全到公，夫到公，一起地方将医疗旅行参公，到公，公，公，这点指挥是公，夫到公，公，公，这点指挥是公，一起支架前到公，公。公，支架前是公，受架前是公，分到公，公，公，支架前是公，受架前是公。好，那就完了。哦，完了。